欢迎收听8月2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倩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的31章15到40节。耶利米书31章15到40节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或许你有这样的时刻，我好希望得救啊！我知道我过去所做的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在现在的境况当中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，也是耶利米书的核心信息，是对一群正在被掳、失去自己国家、望着从前、想起过去的约定，一群失约的人，他们心中的叹息被上帝听见。上帝这样回应他们：我要与以色列人民订立的新约是这样，我要把我的法律放在他们里面，刻在他们的心板上。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听到这话的人们呢，可能心里在想，我是不是已经没有救了？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？眼前这么残破破败的景象，我们的归属在哪里？我们的希望在哪里？我们所领受的好像全是惩罚，我们还有盼望吗？在这疫情当中，一直都是很不确定的，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选择？我遇到我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，我应该怎么办？上帝透过耶利米要向你说，或许孩子你过去失约了，或许你真的因着自己所做的，让你好像陷入在黑暗当中。或许这个环境并不允许你，并不支持你，但是上帝他说啊，他要与你立新的约。这个约不是刻在那石板上的约，而是要刻在你心板上的约，让你不论到哪里，只要你的心还在，你就会想起。当你不论到哪里，上帝要成为你的上帝，他要提醒你，当然他也会管教你，不过他更是要保护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子民。就在那个被掳的时候，那个让人感觉不到盼望的时候，盼望来了，因为上帝的话今天临到你，他要对你的生命说话，他要对你的困难说话，而且他说他不再纪念你的罪恶。就好像如果人能够自己量出天空的极限，测出这个大地根基的深度，我们的上帝才会因为以色列的过犯弃绝他们。意思就是说，在那时代根本没有人可以量测这个天地，就是上帝他不再纪念了，因为他立的新约是这样的，这位耶稣在新约的时代，他为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有的毁约、契约、背约、违约
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，而付上了那个代价。所以不论今天你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，你都可以相信这位上帝，他就要来帮助你。这位与我们立下新约的主，他如今在对你说话，你听见了吗？从耶利米书旧约几千年前，他就预备了今天这段要对你说的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，真的不只有拔出拆毁的工作，也有建立栽植的工作。你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刻，只要愿意相信你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已经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是有归属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位神，而这位神不只是救赎我们，也保护我们，带领我们。主啊，更是在此刻，我们也要为我们当中这个世界疫情的变化，许多的人因为不认识你，他不知道原来我可以向你来祷告。主啊，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脱离现在的困境。主，我们更是要为到现在国际间这个阿富汗的国家来祷告，特别在这当中的许多的基督徒们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主你是他们的上帝，你是我们的上帝，求主你来帮助他们，拯救他们。就是在那个被掳的环境里面，看似不可能的环境里面，主你今天也用这段话，让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，让他们有从你来的盼望和力量，更是求主你赏赐机会，让我们来经历这位真实救赎的上帝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过去你的应许已经应验，而且你的信实永不改变。愿这样的信实也临到我们所祷告的弟兄姐妹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我们5星好评。也邀请您为最近不论是疫情还是国际的情势来祷告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